好来，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大卖场家乐福合并到顶豪超市了后，全台湾有196间的店面陆续咧改装。即摆讲别讲，这个家乐福甲本地挂回予顶豪超市的7000多间的厂商，抢要爱这个新店面开幕的赞助费。若是每一间店向每一个厂商收5万块的赞助费来计算，安尼总金额是高达294亿。 讲有11间的工会向公平会来指控家乐福。感觉是看榜写家乐福 Market 便利购，这是家乐福甲顶好 Welcome 超市买落来了后，新装潢的店面，全台湾会有196间店做改装。不过即马说表，家乐福向资本供会予顶好的厂商爱付开幕赞助费，钱阁直接汇款口，予糖仔饼、饮料、罐头拢总在一间工会向公平会申请。 直接他跟你讲，你跟我签了合约啦，我就直接从货款就扣了、啊，有被要求到上千万，甚至有3、4千万的都有。工会讲，开幕赞助费是按照无共供应商的业绩来算，业界估算以3000间供会商196间店，各间纳收5万，总营业拢总294亿。真侪供会商拢烦恼无付钱，商品得扣下价。 流通事业跟供货商是可以来进行附加费用的约定，但是那个约定的内容必须要符合合理公平，而且必须要跟商品的这个促销有实质的关系，不能够比例悬殊差太大。大概最高可以罚到2500万的罚款，5万到2500万之间。 多数的工会总会员有要3000间，会当讲是台湾通路史上头一摆这么侪间工会商和家乐福对下。 不过，家乐福透过声明讲，每一间店拢有投资500万到1200万做改装，收买进前已经和各供应商协商，2020年度契约卖销售改因签约，靠钱和家乐福结合，汇控公司了后的市场力量无关系。嘛讲即马当伫咧和供应商签2021年合约，若是有问题，会当提出来讨论。对收偌济开幕赞助费，因就无伫咧讲即件代志。不过家乐福买顶好开32亿。 出来收开幕赞助费，嘛靠工会积极并告需供应商来出钱。